的给阴谋。天那么溜的，从爱飞到那啥，飞到那啥，飞到老那啥变到心都红，一代传唔走嘅思念。天那么尖的，短短两截，飞到那啥，飞到某呀，真正的自由。黑暗的世界，黑暗的谈下平坦的草坡泥，下坡以后母子，一年个一年还更有给米痛爱喊起的安的给抢了哭。肩宽，袖长，哥哥，你讲真健呢件好，就會頭髮長好，好冇？有成脂肪，好冇問題咧。放個這東西。一路上嘅風景，那我們手舉高一點點哦。都會忘卻。來，趕緊帶卡。哎啦，睇時間，哎，翹下來，來，哎，別走啊！哦，爽啊，哎，李董啊，來，李董啊，我啊，代表股份狀況啊，建議必要，感謝你，哦，老人按下嘅，哦，還得到全員冠軍嘅模樣，轉好來股份狀況，哎呀，實在，來，走，哦。感謝啊！來，哎，高總啊，人家先禮後兵啊，常講啊，國防嘅升學率唔係輕高，那麼啊，是要讀第一志願嘅國防哦，加油啊！嘿，哎在。俺就啊，確實，加油用做得到啊！俺先發一筆，哦，來，哦，微走，哦。高總，開車不喝酒，喝酒不開車，誰你啊？邱先生，你不是按火氣咩？唔講按多做嘛咯，啊？誒，你話強鬆啲喂，哦，係嘛？等一下，來老你鬆多多。哦，係喎，係啦，來，盡量做，來，哦，好，來，台灣嚴啲，除非去揀木做。馮燕先生，來，趕緊，好啲啊，用這種熱血嘅憂傷欣賞，我國防就會請唔到欣賞咯，嚇。連呢邊做得啦，不過你講法係冇乜認同。馮先生，有乜嘅指教啊？係因為教育嘅目的唔單止係成績，還有升學，
新人的兴趣同全方位的学习，那是最重要嘅。有道理。高中啊，国防啊，爱加油！那个全方位教育评鉴奖专栏，好不好？哎在美东啊，就唔免挨无爱咩？今日啊，谈学校啊，同开公司是共用哦。啊，马开就会4000咩？啊，迄个图书馆啊，视听室啊，全就会4000啦。啊，今日哦，挨着学校啊，学生诶就无按多咩？哎，教育局就讲无预算啊。预算啊，唔希望可以看万年用。你种个意思是？高中啊，唔是真正的人。我老副院长的关系，敌啦哈。美图，你讲笑话啦。我哦无像讲个案情啦，系无？我强调哦，学校啊一定会保持政治中立啦。哦，爱的，好嘞好嘞，唔讲政治，讲教育，国防啊嘅特色，我会发展，我慢解，我来讲，我全力支持。好，啊，全力支持。走，比早。哎呀，跳下来。嘿啦，叫下来啊，太时间叫下来。政治中立，批乱啊！爱在很多警察面前啊，比好处，根本唔拿。你讲已经认真哦呢？你安心，佢哦，聽出會拿。家轉來有講好講樣嘅冇？當時，你係要彈鋼琴咩？哎。的事情，咱出老唔讲，我伫遐着事情较好。高中啊，我通来讲一摆啊。高中啊，
唔过等下讲一摆好无？冯彦先生，我冇想听讲啦。高中也真是咧改难得的机会。魏先生都讲要天数挨年啦，人哋要好好利用一只机会，就改变改错人哋国风中学啊。可能人哋国风上哦，有乜嘅特色嘅，像唱歌嘅啊、跳舞啊、弄诗嘅啊，人工係咪啊？本事上面要做得啦。遐着啲生意有嘛个好，汉拜扣用的考学册，老都市生意恩要比。唔过伫学校期间，迄人嘅才艺有好嘅表现，对人申请学校咩会有帮助？要提升人嘅自信心嘛。有信心，无彩跳。唔过也佮同生意嚟嘅快乐成长没有相关。哦，两位先生啊，梁生讲嘅全就有道理。嘅升级啦，老才艺啊，就像做脚有脚腔样咩，爱腔啊行得做得咩？诶，苏先生啊，佮你有乜想法冇啊？冇乜想法，像迄上一楼9年生嘅同学搞到毕业，准备参加全国科学展。一条老功课无相关嘅物个才艺啊，讲拍嘅，即教校一定定啊，哈。不过啊，我当支持冯先生安尼做啊。安尼，嗰条功课唔好同学总下本带走，上爱读书嘅同学就做嚟专心读书咧。苏先生，而家嘅物嘅概念啊？高总，迄个模式你就准备上课了。我猜你嘅时间啊。高总啊，你做得元素安尼嘅态度啊？拜托，今年学生的哦，佮头摆是那个全国科学展的冠军呢，就讲迄老古风拿的，地嘛地啊。邱先生啊，老冠军哦，冇相干啊。苏先生今年就安尼。冯爷先生，唔免做得拿只冠军转来啊，强样哦，做得安尼地地滚。高总，我真正认为俺哋学校做得创作一卡嘅特色，可能俺哋国风向用外省人、客家人、河洛人，还有原住民按度嘅族群，我相信俺哋天作做得深度国风中学嘅特色嘅。冯先生，我知啊，唔懂什忙。不过啊，我还叫好无。等今日咧，唔了解因两学校嘅情况啊，因咱来讨论点事情啦，吼，听听得来咩？要迄签名意见呢？你咁样重哭啊？就系云我教室。冯爷先生，是我看见无？洗冇洗，不过马街就有。冇问题啦吼，发展好搞体现咩？加油哦！
继续忙啊！师妹，听出讲讲，你还记得冇？你还些时间啦？那吧，接着安尼让四条那冇？唔得，也个做汉江哦，让哑巴上到穷用呢。條那冇咩人食，也就唔啲充滿咧。我記得啦，真係，係啞巴最後嘅出現嘅，啞巴。聽出敵到啞巴嘅權利，嘛？曉得啦嗎？你也挺查做嘛该啊？冻烟诶！喂，先生，喂，太太，好放鬆，很久冇看到了。你啊？係啊，上海為了促進一下經濟咪。哦，係啦，應該。來，清太哦，上太好嘅冇？係啊。功課真好。哎要啦，係你埋菜啦哈。好啦，要係嚟坐哈。好啦。真好哦。魏先生，兩公婆啲那地方真係有頭有面的人，搭傻就行。當然啦，我做過咁多事情啊。按最好啦，從今日開始哦，啲那各方向啊，唔要喺那地方通勤而用行嘅，看到人哦，一定打招呼、握手，還有，還有看到門就入去讓人拜訪下。哎呦！整體做，買錢就好嘅啦。錢買出去，買要啲錢係蠻用買嘅，錢行又冇啥名。生意哦，唔係做成，望遠方兩起嘅事情。小地方嘅生意，可以唔係生嘅，係關係。以前嘅生意就會按你行出來。我唔捌到林有發呢種角色。我以為先到鄉長。規條路就俾伊賣槍槍誒。你還沒做過咁多事情啊？嘿，我頂有見錢湊橋鋪路，佢用成人家就講佢太好人太犀利。兩萬我先鄉長誒，就係啷我一種。唔趕緊。政客、翻譯、陌生人啊，亞洲政治。一時握手，老大家變到好朋友，硬樣有機會。林有法做到暗毛，根本啊免挨對手啦。其實係幾咩先到嘅啊？經驗老人哋講，做唔得，看唔起對手。來，掛起來。哎呦，壓啲啦，鄉長，
你们是按紧做咩？滴嘟。哎呀，迄讲记得来牙呀，我滴到迄样讲法啦，哈。我当然记得，我才言顺风的路，就系工作人来做嘅啊，嘿。连路灯就系工作人来按嘅哦，当然记得啦。叫杯沙。哎呀，哎呦，你都讲买啦，买女强人。梁总，你没顶俺呀个人啊？俺从来就没先骗去的呢。哎，什么来哦？呀，店做得保证啦。Sắp 10 người đó, có nhiều rồi. 好啦，恭喜啦吼，杨总。哦，好啦，再过来试茶，哈。好啦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老板娘，这怎么会过来啊？我想要问有没有工作可以给我？怎么又有困难了？那家里的孩子有没有东西可以吃？还可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想想。谢谢老板娘。要这个拿一块了啊，你把。月儿。老板娘，拿回去给孩子吃。谢谢老板娘。哟，你娘还蛮听我讲。啊，我都没你发呢。我前几年啊，伫鲁顺看到有你一个卖5色线的呢，佮彩色个线的汉江。不过啊，我一看就知伊就用色素做假。我想要试看啊，看用嘛个东西做会出纯天然个5色线的，按用啊，因就有想要吹的。我都问你，娘的无去学教，好教唔好教？学教本来就唔系去教嘅地方啊。我第2好做出，不过书行要读嘅啊。行败，规个茶庄就会搞本唔管，你唱会做出有卖用呢？我做咧烘染布，要做咧学种茶。哎呦，难好要教啊！做唔得啦，我去学教。我以后就打电话本先生，讲你身体无爽爽，会看慢点会多。哎，唔是啦，有咧种学生，教中做白嘅，根本无人会注意到我。来，试看呐，我茶庄嘅公园茶。哎呀，佢卷讲啊，条江用喺地方上最有影响力嘅嘢，看有高峰青苔茶庄咩？盆青岛人有条路好走，迄讲哦，我先嚟到天菜来拜访。哎呦，无啦，美妇你安尼讲，听下去了。你别生气啊！希望调康长做得支持呢，有两个支持哦，两个心就我原班嘞。哎，食茶呀？
条工了，我听说爱支持我有决心啊，要为顾逢做对的事情。每都比转来读书哦。听讲原来没得顾逢读书哦。等下宣导哦，听说好好发展教育。条工友，迄讲对严国军呢出来选乡长又买高见，人哋听说要接书啊？不敢讲有买高见啦，按做说生理嘅人哦，就会与法违规啊。不管万人做乡长，那全就大力支持。总理喺外乡嘅你从啊，就像董事长，唔好避难挨咧，色彩啊。高总，感觉合创重用的啊。这边呢，还是落去路方哦，拄到一个原住民嘅西来嘅，而且声音哦，过于好，有声音，嗰时候有平地声音嘅唱案嚟嘅咧。假使哦，人哋好好栽培哦，我听说会变做太名声哦。枫叶先生，唔系大3年就有才跳变张惠妹呢？邱先生，你太过严咩？按好喷冷水啊！根本唔係泼水節咧。好咧，佢冇就今天總一個合作團會啊。高總，俺又要講到後生嘅吐書嘅時間呢？了，做啲陶冶性情，啲乜嘅啊？講口都聽唔到咧。邱先生啊，唱歌嘅老吐書唔會上當嘅，合作團啊就問楓葉先生負責啦，啊。好啊，一年之後就去參加全國音樂比賽，我要拿冠軍哦。楓葉先生，你啊，難莫強求啊，唔似你這會啊。感謝高總嘅鼓勵，又不什麼表嘅。田公你變好以後，捱啲後生啲，就唔老捱。對。Minh Xuân, con chưa ra cửa hả? Đây là chả giò chiên nè, con đem theo ăn khế cơm nha. Ồ. Má。啊？放学以后我要去打工，会晚点回来哦。打什么工？你好好念书就好。明仔你làm kiếm tiền。哪有人会嫌钱多的啊？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啦。美纯，你去甲留电视啦？我没讲，邱先生平常时都照顾我，听说伊拿来本市场师啊。安子说。苏欣赏美语哦。大鹏有欣赏了。真紧张好事呢，苏先生，更小事啦。
早安。再给你，这个是什么？炸春卷啊，你吃不完就。啊吼，还没有。你唔係本年事嘅，拿來啊！哦，韓香哦。哎呀，好東西就愛同好朋友分享啊。什麼？一怒，我的午餐给你带回去啦，春卷分我好不好？好，都给你。啊，你昨天有找到老山东吗？有啊，他又跑去公车站了。他真的很闲呢，一天到晚到处乱跑。啊，而且我昨天还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呢，长得瘦瘦的、白白的，问我学校怎么走。没有，谁啊？不知道。哇，真景东后生啊！哎，免存，按姿势哦，跟妈妈免按姿势哦。你懂电脑哎？女神。你看看你啊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那个女神是谁？那个很夸张哎，韩女神。哦，魏佳佳，新来的转学生啊。哦，你昨天翘课没看到啊？一喊呆啊！校长还要大家排队欢迎他哎。他对我笑哎，我要去跟他讲话。各位同学，坐好。哦，老师，明明就还没有上课。哎呀，今天不用翘课啊？坐好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新来的音乐老师，大家掌声欢迎方圆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圆老师。不好意思占用同学们一点时间。最近呢，我们要成立一个合唱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安静！各位同学，因为我们要成立一个合唱团，所以呢，老师现在要招募一些团员，想要请大家试音。所以有没有谁要先试试看的啊？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去。山东大馒头，山东大馒头，大馒头，就是你，出来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一怒。一怒啊！昨天翘课啊？你去外面罚站。好，同学，把数学课本拿出来，早自习，我等一下小考。试个音来听听看。啊？像这样。老师，你们比电影就像唱歌哦。这是发声练习啊。我们原住民才不会这样唱嘞。不然怎么唱？像这样。
Senai saku lusa ulusa isu kagaga Yonan igunakan numisu idaguanan Haya halatan isu gaga Oh hayan Oh hayan ai 什么？快点！什么？老板娘，有棉花这里哦。好，有几个？这个。来8块，谢谢老板娘。老师，我唱完了。就是你了，合唱团的第一个团员。啊？好诶，我喺上课咧，唔知我请时间来线啦，摸摸东来上正课嘅时间。一诺，我去上课。好。哎，放学后记得来音乐教室找我，不要跑掉哦，我会等你哦。好了，同学课本收起来，把碎点纸拿出来，回来上课。查考。又生病了。先坐好，考试哦。放学后别忘了哦。你这后面那个布告栏那边要把它扫干净。好。还有讲台那边下面有啊。男生那个桌子里面那个抽屉那边要擦一擦哦，擦干净哦。等下，你在听什么歌？我看你整天都戴耳机耶。你不用扫地吗？我等一下要去练唱啊。你觉得我唱歌好不好听？很好听啊。那你会不会加入合唱团？一路，你发声哦。你厕所扫好了没啦？去找厕所啦。扫好了。会不会嘛？我唱歌又不好听，等不上合唱团了。啊，那我也不要进合唱团好了。不要就不要啊。安静了。不可以，唱歌这么好听，不能因为我就放弃你的天赋啊。真的哦，我唱歌很好听哦。真的啊。那我以后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啦。不用啦，我自己扫啦。没关系啦，我们家很多飞死的大便啊，都是我在扫的啦。你在家最好有扫啦，那么脏。你安静啦。谢谢。那你写明春吗？你们到底是谁？哟，拿玻璃鱼做什么？
小心割伤手哦。你们到底是谁？魏佳佳呢？你在播你骂你，咱开脱哎！你那句你拿了没？魏佳佳，她真的第一天出来混，贱女人，你阴我，你有病！走开啦！哎呦，给我打！哥哥亲一下啦，来，不要过来！快点，走开！不要过来！下杆呢？老师，怎么合唱团只有我一个人？这样不就变成个人演唱会了？少在那边耍嘴皮子，开始练习。预备，唱。好，跟我这样唱哦，来，再一次哦。预备，来。好，嘴巴可以张大一点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本不是要这样的啊！在跑啊！今天突然出现的那个人是谁？哎呀，公主啊，我拍掉，哎，有吧，有奖的，有声音啊。像咧四丁夜神吼，四丁风屋厝，迄讲伊唔对伊拔嘿。你讲嘛解啊？也唔错，根本唔错，很有啊。魏夫人，你无项几年要忝的啦，先遐过，两来处理就好啊。爸，哥哥，哥哥，哎呀，我个哥哥哦，安强哦，人家妈妈哦，穷勇奖啦。哎，每个成功男人
背后啊都有一个女人，爱啊有2个，挺出样啊，错无？你好水嘛？爱无爱水无？唔讲哦，喂，伊咧拜访，爱就行到。好水冇咧。哦，嗯。爸爸，爸爸咧不能说清淡讲。俺落来。师爸，莫喊埋，你带面讲挨嘛个？哈？你个莫让你上打咧，见面咧，见面咧，俺好上打系啊！来啊，师爸帮你打，来打俺啊，让俺对死啊，来打俺！哎呦，来啊！师爸，慢你啦，俺没清水啊！你水埋水。哎，俺拄到那种事情，望样俺冇做检验，看个什么本唔用嘅嘿。咩老你讲唔讲机啊？你做咗打电话本警察啊？还使做个什么走啊？佢就来唔出嘅啦。来唔出你就用看到马系啊？你点哦？你怎不应管出来呀？假使讲打死人，还不给打死，敢用干啥啊？大戏就大戏啊，反正我烂命一条了。嘛敢烂命一条啊！你讲下嘛快，哈？你点哦？俺已经也不应起刀呢，你敢讲假机会？辜负激动因对你的起台了关系嘛？他们知道，哪应该用来做了？你觉得硬啊？唔系所有事情全部用天条马来解决，你改一下好吗？俺用完啊，你用几久？用5分钟呢。5分钟嘞，就等于下久掉么？10分钟做得么？做唔得啦，该两是俺听说会出面啊，叫人较要紧啊，是吧？废了，我哋咧世界非常的复杂，你的内心也有当多的不平。不过係已經答應我，唔會就個上打嘅。禮拜我重新做完學教，我為你幾題先明點哦。當然會用祈禱，當然會用祈禱，希望你平平安安，健康健好。你不要挑戰我的信仰啊！我聽說，乃係天父派落嘅考驗嘛。係考驗你，係考驗我啊！哎呦，好啦，歹勢啊，是吧？啊無吼，老天父講，乃要較乖嘅，無限多考驗啦。乃下一擺吼。冇下一擺咧。好。冇行一擺咧 ，promise。18人共動到擺咧，人生冇幾多機會就得衝到來過，冇就打雙贏人生咧。愛弟，你哥哥哑巴，公妈嘅事情我都會支持你哋啦。千萬不可啊！拿你嘅手段啊！你阿講錢啊，唔係捱送嘅，即哥哥加倍學教嘅，加高總，要好上要轉來讀書，免個要讀9年生啊！高就會按用咩？所以千萬人，那還來而已喲。劉飛倫，老師在跟你講話，你當作沒聽到啊？講啊，你16歲咧，而家我正一點，個時尚舞台，他講佢很成功哦。佢有成功呢？只有勇敢面對現實，才有改變嘅可能。沒有誰能夠保護誰，只有手牽手閉上臉，用銳利的眼神看向前面。愛成功。